東鐵線有男乘客推開列車車尾緊急出口斜道闖入路軌，列車服務受阻超過2個鐘。事發喺下晝4點幾，一名男乘客喺一架由九龍塘前往大圍嘅列車闖入駕駛室，並打開車尾緊急出口斜道，走入路軌。東鐵線旺角東至大圍站一度暫停服務，港鐵安排接駁巴士接載受影響乘客，並封鎖有關月台。東鐵線來往旺角東至大圍嘅列車服務站，乘客可以喺九龍塘站免費出閘。免費接駁巴士，至於 NTR 唔同嘅旅遊巴公司派出多部旅遊巴接載受影響乘客。九巴亦派出多部巴士支援。城巴以及港鐵巴士亦都派出巴士支援。經過一輪搜索，警方同埋消防人員喺傍晚6點前喺九龍塘至大圍嘅隧道入邊揾返嗰名男子，初步懷疑佢觸電受傷。近半個鐘後，將佢救出，佢面部燻黑，懷疑燒傷，被送上救護車送院。東鐵線列車逐步恢復，當該名男子被救出後冇耐，有一架往金鐘方向嘅列車駛出隧道。車上嘅乘客全部喺九龍塘站落車，步行前往大堂。前往東鐵線未受影響車站嘅乘客。到夜晚大約7點，東鐵線列車逐步回復正常。今次事件派出多部消防車、警車及救護車戒備。九龍塘站有多人排隊登上接駁巴士，警方協助指導人群，港鐵職員亦在場協助乘客。